就係成長喺一個可以話基督教嘅家庭。咁我個背景咧係一間禮儀教會，香港好大規模嘅禮儀教會裏邊成長嘅聖公會。咁我幼稚園嘅時間咧就喺黃大仙區啦嘅聖十字架堂嗰度聚會啦。咁我爸爸亦係咧即係聖公會轄下嘅學校裏邊工作。咁所以咧喺自細嘅時間啦，我哋就講返教會就好似好理所當然。咁我幼稚園、小學咧都係聖公會個學校啦。咁一路甚至咧，即係我自己都會有返主日學嘅。嗰時係除咗即係爸爸媽媽帶我哋去返崇拜之外嘅時間，咁我就發現，咦係咪咁？我就係一個基督徒咧？你認為咧？由細返到大，竟然咧就真係好特別啦！咁我去中學嘅時間咧，喺全香港最古老嘅女校嗰度讀書啦，就真光中學啦。咁嗰時咧好深刻，我嘅聖經科嘅老師即係去問我一個問題，哇！跟住因為嗰時我唔知俾人揀咗嚟做一啲嘅班會嘅一啲嘅部分，嗰個同宗教有關嘅德育部德育喎。咁我又何德何能咧？但我話俾大家聽，我未遇見耶穌之前，用翻我哋嘅郡主嘅 terms， 我未認識即係好深入去同神有一個encounter 嘅時間咧。其實我係一個點嘅人咧？大家估唔估到啊？我係俾一個字係影響我一生嘅，到而家其實都未滅啦。嗰個字就係叫做 fear， 就係好驚青。我講似唔似一個好驚青嘅人啊？嗱，驚青到個乜嘢嘅地步啦？我連郵局都好怕入去嘅，唔好講差館。教員室啦，每次去到教員室咧就手震腳震。And then 我自細嘅時間咧，喺我小學嘅時間，我唔知幾時打開呢個破口。我甚至嘅時間咧，我係俾人 bully 到個好嚴重嘅地步啦。因為我屋企咧有8兄弟姊妹，我係排行第6嘅。我在上有4個姐姐、1個哥哥、2個弟弟。咁我喺任何地方都俾人 bully 嘅喎，唔知點解。喺屋企，我俾我哥哥自細就 bully 啦。咁大家都聽過講，我3歲幾嘅時間，因為我哥哥嘅發出佢咒詛，全屋企原來都聽到佢講發出嗰個咒詛。跟住發出呢個咒詛之後，我就第2日就俾一架貨斗嘅即係大貨車撞咗啦，就捲入車底。但感謝主冇死到。如果我俾個車轆剪過咧，今日大家見唔到我。所以其實點解我一開始要感謝耶穌咧？其實我死咗好多次㗎啦。咁嗰時喺我未發生意外之前咧，即係我應該3歲之前，原來我係一個多愛哭嘅小朋友嚟嘅。咁但係好奇怪啫，因為呢個意外咧，因為喺醫院做咗好多嘅傳聞，即係哇！即係我就印象中，我一啲黃色嘅唔知係啲乜嘢嘅藥水嘅碘酒啊定乜嘢去處理我啲傷口嘅時間，其實我身上仲有嗰啲印記喺度嘅。因為3歲幾撞車，其實我呢邊全部都係傷晒。咁去到小學係點俾人 bully 法咧？好奇怪喎！即係無啦啦咧會俾人咧拱落樓梯，碌落18級樓梯。咁但係因為我怕事，所以我冇告發嗰啲人，又或者無端端俾一紮男同學拱咗男廁。我係好內斂嘅學校，我唔會即係搞事。And then 去到記得6年班好深刻，就老師擺咗我一行嘅男同學喺前面，我就坐咗後邊。因為嗰時我都識到早發嘅，所以我都坐後邊。跟住我放完小息咧，一辣嘅同學個男同學都伸隻腳出嚟要棘我嘅喎。我唔知發生咩事。咁所以咧，最後你估我會唔會有脾氣咧？其實我真係冇乜脾氣，因為我知道我一反駁咧，我就會傷得更重。所以咧，我係一隻鵪鶉，睇唔出啦嗬，即係未真係上嚟。咁跟住點啊？有一次嘅報復行動，到而家呢個人都唔知係我做，我就攞咗1紮嘅撳釘，其中2個係虐待得我好緊要，我1紮撳釘放咗
去張凳嗰度，放咗去凳嗰度，跟住佢入嚟小食完咗一坐，哇！咁你知咩事啊？當然最後佢唔知係邊個做，但我發現原來咩叫罪啊？當你去到極處嘅時間，你都會犯罪，你都會會還拖。咁嗱，關嗰個問題咩事咧？個老師問我點解要信耶穌，跟住我諗下，係喎，我點解要信耶穌？係咪因為我爸阿媽話乜水帶你返教會，你就係信耶穌？唔係，我未遇見神，但係當我遇見神之後，就另一個故事。當然我個恐懼冇完全除去滅啦，但係咧由我一個好怕接觸人嘅人，某個程度上我好孤僻嘅，算係我係可以一個人做好多嘢。如果識我嘅人都知。咁但係有一個好孤僻嘅人，好怕接觸人嘅人。我讀女校，從來唔埋堆，都幾我行我素下。但係神最大嘅扭轉咧，就係話你越怕人咧，我就訓練你去面對人。所以我嘅第一份工作就係去咗一間學校裏邊作為老師。喺嗰11年裏邊嘅時間，哇，夠煎熬，但係個成長係好唔簡單。由一個好怕接觸人到一個開始主動接觸人，以致我曉得點去愛人。我去一間學校教暑期，原因就好簡單，因為呢個係個福音機會。你諗下，如果咁怕人嘅人，我點會走去接觸人嘅工作？應該揾份工埋個窿啊，做研究或者 whatever 等等，但唔係，甚至係要操練我，用我最怕嘅嘢去磨練我，成為今天嘅我。如果我唔係做老師嗰段時間，我其實唔可能咁。咁其實我都面對，俾多少少時間我覺得我希望呢個故事幫到大家。其實我後來返教會咧，真係影響我最大成長嘅咧，就去平安方堂。平安方堂係我母會。雖然我喺聖公會都有一個記錄，但係平安方堂係讓我屬靈成長個好大嘅踏腳石。但我返咗教會嗰個係其實我一個同學嘅哥哥帶我返去，佢帶我一次啫，跟住佢就走咗咯，就由得我自己喺教會度成長。咁但係我曾經喺我中四嘅時間係離開神，離開一個咩嘅地步啦？我為咗一個嘅同學，因為嗰個同學咧，即係中一開始係同學，咁咧佢好叻嘅，就揾我過橋做乜咧？揾我過橋去 rap， 跟住佢就同我媽講，我同阿陳錦山去 whatever 讀書好各方面啦。咁但係嗰個年代興咩啊？大家 Grease 啦，油脂啦，揸住煲茶啦，party 啦 ，disco 啦。咁嗰啲地方其實我係唔會去噶嘛，但係因為佢揾我過橋，我有一年嗰年咧好多時候都會出現呢啲地方。嗱，嗰個痛苦嘅嘢啦，我明知嗰啲係咩人嚟㗎啦，因為我喺徙置區大，咩人嚟嘅咧？咁但係好在嗰陣時咧，即係我諗神好憐憫，我唔留電話，唔留任何痕跡喺嗰啲地方。但係我睇住我啲同學點樣受影響，點樣甚至係俾一啲有背景嘅人士去認，即係總之係啦，唔係收靚，因為我啲同學都幾市正嘅嚇。咁你知道，即係其實個結局就係俾啲甜頭你，背後當然有一啲代價。咁到最後，其實我睇見啲同學嗰個嘅即係經歷，其實我好痛苦。點解咁痛苦？點解我唔阻止？點解我唔去攔咗佢發生呢啲事？嗰啲罪疚感大到嘅地步咧，我離開咗教會。嗰時我甚至去啲地方咧，即係你諗下，一個10幾歲學生要出現喺夜總會嘅地方，我估大家唔會呵。我試過一次嘅感覺已經係想死嘅。咁當然啦，即係我煙酒嗰啲嘢完全係拒絕唔掂唔覺，所以覺得我喺嗰個地方係好奇怪一個人。我只係 present 喺度，我係一路觀察緊，但係嗰個嘅矛盾位係痛苦到不得了。我就翻去聖經嗰度，耶穌放低個99隻羊，
捉翻我翻嚟。咁後來因為呢個同學咧，佢想唔到佢中午離開咗學校，咁跟住就即係少咗接觸啦。咁我就唔再就停喺嗰度。咁我翻教會個時間，結果係點啊？連我個名都冇埋，係啊！咁但係神憐憫啦嚇，即係教會都係一個被罪人停留嘅地方。最後即係我繼續即係經歷咗呢件事嚇，有一個扭轉，以至我覺得既然即係人係咁沉淪嘅時間，我哋可以做乜咧？咁就改變咗我一生，即係成為一個老師同埋一個好主動傳福音嘅人。因為我睇咗一個異象嗰時，喺地鐵某個程度上係彩虹地鐵站，我記得嗰個地鐵咧，忽然間咧就好似落到底無止盡嘅個電梯，啲人好似跌落去地獄咁樣，即係嗰個情況係哇！你唔單止驚，而係覺得會唔會嗰個係你？所以我覺得即係因為咁嘅緣故啊，冇原因，冇任何藉口，我一定要救些人。咁所以因為咁就即係我個生命好大改變。到今天即係我唔再俾恐懼轄制先啦。首先 ，and then 以前我怕入警署郵局係咪？而家我報案我都會入到警署 ，and then 我唔會為自己爭取任何利益，但我會為人去爭取利益。即係呢啲嘢咧，其實喺一個未信主之前嘅我咧，係匪夷所思嘅事。但係感謝主，即係冇人知道咧，我係怕人嘅。當我講出嚟嘅時候，係咪？咁估唔估到嗰個俾人虐待好鵪鶉，即係驚到你知唔知死亡嘅核制？我直情搭地鐵都驚，地鐵就覺得跌落去，搭飛機諗住撞飛機，搭船諗住沉船，就係俾呢啲嘢去籠罩住。今天我唔驚啊，點解？因為我知道死後去邊，因為復活嘅主同我一齊。所以咧，當然你想聽下集，我仲有好多嘅，即係我自己講咗，可能1/10都未必有。咁希望即係我生命嘅改變點樣遇見耶穌，能夠俾到少少嘅 stimulation 大家，即係神係無所不能嘅神嚇，同埋佢係一個永生嘅主。Amen。